继续来看阿里山的云海甲日头出真水，吸引就真侪游客甲爱摄影的朋友。也毋过，这个山区的路途遥远，都惊拼一逝工到山顶了后，天气无好拢看无。所以这要看美景，原来爱看运气。也有好消息，阿里山风景管理处的官网即摆有上新的即时赏景的功能，24小时现场直播，毋免走到山顶，嘛当看到阿里山的美景。 伫太平分推顶面，当看到日头落山，也阁有云海。那一座阿里山一定爱来这座吊桥行行咧，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景色。但是上山出门佚佗，就是上惊天气无好，无关系出门进前上网看一下。拍开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的官网，即马有增加上新的即时赏景的功能。 那当然，他如果见到二眼坪刚好有云海，或者是森林农场茶园景观很棒，他想要上去喝杯茶，那他就可以及时出发。 24小时现场直播，这个画面毋是袂震动停伫遐，伊的镜头一直线震动，上大角度360度，都亲像到现场共款。就是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森林农场现在的茶园景观。那在现在这个时段，其实景观就是很漂亮，所以游客呢都可以直接上来喝个茶。气象资讯嘛是清清楚楚，温度、紫外线、空气品质拢有。未来也阁计划扩增车流量的系统，要确保游客路程遥远，上山赏美景更加方便。